专门咧治疗着新冠病毒的中药粉清冠1号，正手市大欠货，甚至出现着类清冠的药啊。指挥中心讲，只有卫福部国家中医药研究所所研发的科学中药，才是公费，才是有准算，无啥物类清冠的药啊。今仔日毛立委邀请到中医师出面来呼吁着民众，无需要来囤积着药材，若有需要，会当透过视讯问诊，由中医师根据着患者的体质甲症状来开处方，无需要惊讲。食清冠1号，互确诊者命无爽快，不过所有民众拢袂来囤，互别人无地买。市面上嘛有真侪种类清冠，卫福部赶紧出面配货，讲无迄落类清冠。确诊看中医，健康又有效。甲真侪种药材早去立法院，民进党立委何志伟邀请中医界代表，呼吁民众药啊真侪，唔免惊。希望民众不要恐慌。除了清冠1号以外，真的，我们其他的科学中药，包括我们传统的这些水煎药，这些中药饮片，效果都非常好。各位不要私下去买这个清冠1号，清冠1号是绝对要医生开的。当时中医真早就投入防疫的工课，即马买当透过线上问诊对症下药。譬如说，你今天痰比别人多，那我们就会下比较多的其他的一个辅助的化痰药，甚至说你是一个比较寒化的体质，我们可以让你稍微身体支气管稍微暖一点。认真讲，唔免伫抢清冠1号，较袂互中药材继续变贵，安尼颠倒互真正需要食药的人唔敢买。嗨，我是映彤，记得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要开启小铃铛哦，站起来！